就需要有呢種生理嘅需要，因為礙於經濟環境，佢就起碼都要26、7歲，然之後至能夠結婚。陰公咯，呢10年來點捱啊？喂，你今年幾多歲啊22咯。仲有5、6年捱嘅噃。我第二年就結婚。哦，咁都冇咁驚。我上會長。係。喂，居然有人用對啞鈴嚟自殺喎！嗱，今晨在東爾街附近海皮發現一具男性浮屍，死者雙足係有一對16磅啞鈴，相信就係自己自行綁上嘅，使其身體下沉。至於死因並無可疑之處啊！用啞鈴嚟鍛鍊身體咧就聽得多啦，用嚟自殺咁啊真係未聽過啦，咁怪都會有嘅嗬。真嘈！死者雙足係有16磅啞鈴一對，死因並無可疑之處。死者雙足係有16磅啞鈴一對，死因並無可疑之處。死者雙足係有16磅啞鈴一對，死因並無可疑之處。嗰1000蚊我已經帶咗嚟。你唔會為嗰1000蚊自殺？但係點解你要咁做？你點解要咁做？神父，你可唔可以話俾我聽，人點解要自殺？人點解無緣無故咁要自殺？呢一點我睇神可以解答你，你跟我嚟啊！